莊子，名周，宋國蒙城人，生於戰國時期。據司馬遷《史記》所記載，莊子曾經做過管理7樹園嘅小官，生活非常清貧。莊子哲學思想嘅重心由老子關心嘅治道轉移至個人生命同埋處世嘅問題上，並發展出逍遙齊物等思想。莊子一書達10多萬字，分為內篇、外篇同埋雜篇3個部分。大部分學者認為內篇係莊子所作，外篇同埋雜篇有啲係莊子所作，有啲就係佢嘅門人後學所編寫嘅。莊子透過淺白易懂嘅寓言故事嚟說明深奧嘅哲學思想。整部莊子可以話係莊子學派嘅重要文獻。